大家好，今天呢聊一聊我对国内高端机床的看法。这是目前市面比较主流的电液4伏数控折弯机，亚威、金方源这两个品牌呢比较畅销。咱们就拿这台小机器说起，这么小小的一台机器，35吨1.25米，一台新机呢厂家10几万，将近20万了。为什么卖这么贵呢？我说一下，家具日本旭光的，然后呢比利法德国利施勒，然后呢电器呢是德国西门子，驱动电机是采用的日本的松下，然后呢看一下这个比利法呢，一个呢就1万多，两个呢就2、3万，然后呢基本被德国公司给垄断，被利施勒和赫尔比格给垄断。最重要的是这台机器的核心数控系统是采用的是荷兰的 DLM 数控系统，也就是说这台机器呢，除了床身钢板是用的国内生产的，剩下的呢全是进口的。但是生产钢板的铁矿石呢，也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高品位铁矿。然后看这些机器，我今天呢不是介绍这台机器的配置有多高，而是说呢我们国家的设备制造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任重而道远。我们国人呢应该放下浮躁心态，埋头苦干，创新研发，才不会被国外卡脖子，才能让我们的高端机床走向世界，避免华为悲剧重演。好，今天呢就讲到这儿。喜欢我的视频呢，多多关注，点点小红心，为我们国家的高端智能装备加油！